今日好快同埋好詳盡咁同大家講講屬馬嘅朋友喺2026年你哋嘅運程。2026年咧，我哋叫丙午年啊，即係馬年。屬馬嘅朋友，個叫犯本命太歲。犯本命太歲咧，每年即係我哋12年隔一次啦。咁啊，今年我哋要數到你哋。咁啊，大家都會擔心就話咧，咁多年聽好多坊間咁講，就話哇會好多問題啊、事故啊，或者意外啊，或者好多唔開心嘅嘢事情會發生啦。咁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就話，其實未必一定會發生。只不過就係咧，原來犯本命太歲嘅人咧，我總括一句説話咧，就係話嗰個叫危機感或者我哋嗰個生活嗰個不安感會好強烈，咁所以就無論你係做緊大生意㗎啦，或者我哋叫做有啲小嘅投資都啦，當你啲嘢行咗出去嘅時候咧，今年個感覺會特別強烈。所以如果當件事係失敗咗嘅話咧，你就會將嗰件事會賴咗落去話其實我今年係真係可能犯本命太歲，又或者有啲嘢係成功咗得咗嘅時候咧，覺得今年咧其實個心情起伏咧就會特別大咗。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其實犯本命太歲係一粒我哋叫心理星嚟嘅，佢會將你嘅人嘅心情去放大。所以咧，我覺得就係如果犯本命太歲人咧，其實只要小心行事，留意下今年有啲咩星值年或者空星或者吉星值年嘅話咧，咁其實一樣咧都會可以過得好好嘅。嗱，咁我哋除咗留意我哋叫做犯本命太歲之外咧，其實馬同馬之間、午同午之間咧，犯咗一個叫刑太歲。咁所以咧就係今年除咗我哋嘅犯本命太歲會波動性會比較大啲之外咧，其實今年咧有少少犯咗一個叫刑災啊，即係話會犯啲少少係官非嘅問題。作為一個普通人10個人或者100個人當中咧，每年犯官非嘅人都可能少於2-3%嘅人㗎。咁但係呢啲人會係咩人會多？當然就話如果你嘅工作係做一啲從事一啲犯法工作啊，或者我哋叫做走私啊。或者做啲生意成日氹嗰啲，即係呢啲咁嘅人都可以係我客仔㗎。咁咧呢啲你哋自己小心啦。今年都特別容易咧俾人哋拉你哋啊。咁所以咧呢啲我哋覺得，既然你做呢啲壞事嘅咧，一係收手啊，咁你唔好做啦，特別容易危險。但係如果你話我平時都係一個良民嚟嘅，間唔中都係喺街度食下煙啊，又或者隨地抌垃圾啊，甚至乎隨地吐痰呢個唔衞生嘅嘢咧，今年特別容易俾人捉到，甚至乎咧揸車啊，開快車超速俾人影相啊。或者咧，即係總之就話平時我拍呢個位都唔會俾人抄牌㗎啦，可能買啲嘢或者食下晏。但係咧今年咧特別容易俾人抄牌，又或者嗰個位佢平時都係呢個車速超速㗎啦，咁但係咧嗰個位平時冇咧，今年唔知好容易俾人撈波囉啊，飲咗酒跟住咧就俾人哋拉啊。今年記住留意一個醉酒駕駛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刑太歲嗱，咁我哋如果今日講完呢個即係呢個情況之後咧，睇呢個表就會好仔細刻畫下咧今年有啲咩星值年。留意一樣嘢就話叫歲駕星，每一個生肖咧，其實去到我哋嘅犯本命太歲咧，都會有一粒叫歲駕星嘅上邊。歲駕星即係話好似皇帝出巡咁解啦，即係好威個揮手咁樣。即係所以如果你話呢一係吉星嚟㗎，所以如果從事一啲我哋叫做係要出名嘅工作啦，即係譬如我哋網紅啊，又或者可能係一啲明星啊，又或者可能係一啲係sales 都好啦。咁咧其實今年特別容易招到一啲我哋叫好嘅名望聲望咧，令到你生意就會好啲。即使係一啲生意做老闆街鋪咧，今年如果歲駕星嘅話咧，都特別容易。如果做啲宣傳咧，係特別容易成功嘅。咁所以咧呢個歲駕星咁當然就話，如果我係工作上方面嚟講咧，係有一班下屬去管理嘅話咧，再加埋一粒吉星，我哋叫做係將星啊。喺管理上方面，今年特別容易啲，因為點解咧？今年唔知點解咧，散發出一種感覺或者魅力咧，你啲下屬都特別容易聽你點㗎，即係聽你講去做嘢，同埋即係今年頭是道做嘢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從事啲工作係同管理有關啊，同一啲會出名啊、名望有關嘅咧，今年一定會有影響到你哋本身嘅工作。所以就話，如果我工作可能係家庭主婦咁計啦，關唔關我事咧？咁其實唔係好關啦，因為咧歲駕星同家庭主婦出巡又冇乜關係，即係拋頭露面冇乜認真直接關係。將星更加唔會啦，即係譬如話屋企而家屋最多咪生2-3個，唔同以前10個8個啊。今年嗰啲僆仔全部好聽話，好少噶啦。咁所以咧今年咧，所以咧呢兩粒吉星咧係可能只係對於某部分工作嘅人會有影響，但係留意下部分呢啲空星咧，大家都要注意啦。第一粒叫太歲星啦，講咗啦，即係其實犯本命太歲咁解嘅，即係今年個運勢會比較動盪，令到人感覺一種不安感。記住唔一定係差嘅，不安感呢種不安感其實係好嘅，因為你擔心嘅時候，你就會遇到好多啲Plan B 啊、Plan C 啊，即係多啲計劃下啦，就唔好令到自己因為有咩事起上嚟出咗事嘅時候咧，就手足無措啦啊！呢粒叫我哋叫犯本命太歲啦。另外咧叫三刑啊，即係頭先我講啦，叫午自刑嘅星。呢粒刑咧就同一啲所謂官非嘅刑責有關嘅星。留意兩粒啦，一個叫劍鋒星。劍鋒星即係話呢一啲刀劍以外啦，即係如果你嘅工作係從事揸刀揾食，我成日講你咩揸刀揾食啊，廚師、
第一樣啦，第二就係家庭主婦要入廚房切嘢嘅廚師啦，即係我哋嘅家庭主婦啦，又或者個工作成日要操作啲機械嘅，會有佢夾親手指啊嗰啲都會啦，甚至乎咧職業司機。職業司機咧，如果揸車有時我都係講啦，即係揸車嘅話炒車咁樣，或者人哋炒埋嚟到啦，咁冚親啊，嗰啲戒親啊話咧，都會同呢我哋嘅劍鋒聲有直接關係㗎。所以呢啲工作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啦。最後粒個空聲咧，我哋叫伏屍聲。伏屍其實指咩咧？就話咧，其實直接聽意思咧，就話其實係死亡咁解嘅，即係哇，即係會有死亡嘅兇險啊，誇張咗啲啊，即係只不過容易有災厄啦。病痛啦，又或者意外咧，係導致你哋有生命嘅威脅。咁所以咧，再加埋幾多空聲，即係譬如話劍鋒就會好應啦，即係話因呢啲所謂嘅意外啦、碰撞嘅意外而導致咗性命上嘅問題。咁所以直接係咩？從事咗永遠機械操作啊，甚至乎揸車揾食嘅司機嘅話咧，咁今年咧你哋自己咧要多留意啦，唔好揸快車啊，唔好醉酒駕駛啦。咁呢啲咧就根本無論點都好啦。咁今年屬馬嘅運程嘅人咧，運勢唔係認真一面倒嘅差㗎，因為有兩粒主吉星嘅直連啦。咁如果真係擔心嘅話咧，去攝攝太歲咧就會比較好啲。記住今年我哋嘅立春嘅時間係2月4號啊，就唔係話年初一。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到咗2月4號咧，大家就去攝太歲，求一度安心啦。我叫佢希望太歲俾我哋今年能夠順順利利。我亦都預祝大家咧今年嚟緊一年咧新年快樂、新年進步同埋身體健康。